兄弟姊妹平安，看起日出咱的心实在是加足开阔吼，袂安尼早前落雨落真久，互咱安尼真压杂。咱今日真欢喜的心，着条心来到圣殿。咱看起春天的脚步也已经到，毋望疫情犹原亲像安尼，冬天过去，春天来，全世界拢通恢复咱生活的特殊。咱来看圣诗141首，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牧者，顾咱拢无害，抱伫伊的行程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缀伊，倚靠伊带路，无论经过旷野，还是踮草坡。来，咱来唱第1节甲第4节。耶稣做咱牧者，顾咱拢无害，抱伫伊的行程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缀伊，倚靠伊带路，无论经过也是踮草坡。第4节，耶稣做咱牧者，靠伊手保护，在路虽然艰辛，犹管伊照顾，经过心山谷，安静通行。咱着好大真情，第一稳当赢。咱过来看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咱犹原吟第1节甲第4节。第1节，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事，论出起大的阳光，伊给予大人爱，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予我心安定自重，野花芳花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第4节。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熟悉，犹原也那嘴重，希望爱听头曲，到伫阳光的所在，地阴天顶的心，也是去念这故事。叫做人爱无比，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赐欢喜的声，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圣诗第141首，耶稣做咱无者。圣诗第141首，耶稣做咱无者，请起立。请游员徛伫同齐来共读新的诫命，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第5篇，伫新圣诗后壁面第6面，我来启。恁来用。启应文第5篇，这个天讲起上帝荣光，强抢不用伊的手所做。这年对迄日发出言语，这暝对迄暝传出财物，无言无语，因的声无通听去。伊的准钱变伫天下，伊的言语到伫地极。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伫帐房。日头亲像神竞赛出伊的房，也亲像勉勇的人欢喜行伊的路。
伊对天的这边出，射到天的迄边，无一项物藏捌，无得到伊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照全，为何人的心神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为何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是正直，为何人的心欢喜？耶和华命令清洁，为何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切是公义。毕竟比济济好金较通羡慕，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搁你的萝卜对食的受警戒，守者的有大赏赐，是谁会知伊的失措啊？求你拄起我暗钱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萝卜无故意犯罪，毋准迄个罪恶管辖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当心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极大的恩典，差遣圣囝耶稣基督，救赎阮脱离罪恶，进入伫上帝国，有永生的盼望。但愿亲像你草场的羊，搁一摆欢喜自责，做伙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保守甲看顾，感谢你互台湾的疫情会当渐渐平稳。2月寒冬已经过去，阮看到春天已经来啊，有真水的花开，有鸟仔咧唱歌，有日头，有好的天气，无阁常常落雨。感谢你赐予阮有用心的眼光。来看待你所创造的这美好的世界，阮是真正有福气的人，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会当享受伫主内面的喜乐。亲爱的主啊，当阮踮伫你稳定的宝座前，恳求你赦免阮、怜悯阮过去一礼拜拢总的过失，无论是阮所讲的话，也是行为，若是有得罪你的，求你来赦免。互阮伫你的内面有清气、换心、正直的灵。只是恳求你的疼充满阮，阮要透过敬拜，甲你有亲密的关系。阮要透过学乐，互阮的心情快乐。阮也恳求圣神赐阮智慧，透过牧师传讲你真理的话语，互无论是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主啊，若是伫阮当中有劳苦、忧伤、悲重担的兄弟姊妹，求你亲自来安慰甲医治。求你，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安息，重新得到快乐。因为阮是你草场的羊，你是阮的大牧者。主啊，阮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你的圣神来带领。阮的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学导圣歌队要用齐欢唱来学导，请圣歌队。
着欢喜来唱歌，唱一首快乐的歌，欢喜学乐到永远。圣经那鸿书第1章15节到第2章第2节。请听我来读。看啊，有报好消息传和平的人，伊的脚行去山顶。犹大啊，守你的祭旗，射你的愿，因为歹人无搁对你的中经过，因为伊已经灭无啦。破坏的上到你的面前，你着固守卫所，提防落头。摇着烟热，气力伫坚固。因为耶和华倒到雅各的阳光，亲像以色列的阳光，用手夹的已经手夹伊，搁毁坏因的葡萄枝。圣经读到遮，进度，牧师要用安慰的声来甲大家勉励，时间交互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同齐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恳求主你即时，你安慰的心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伫阮家己生活中间有艰苦、有困难的，恳求主，互阮的头会当搁一摆压起来，互阮借着你的心。我会当伫主你的面前，搁一摆欢喜唱歌学乐主，也借着即种的学乐，即种伫患难中的学乐，主阮知，主你甲阮三角伫地，互阮有气力，搁一次来跑走头前的路。阮安尼仰望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对即2个月读经正道，咱对小先知的册内面。有看到上帝差派侪先知到逐所在，伫传达审判、灵敏的信息。上帝毋但差派遮个先知到伫伊的子民的迄个所在，也包括伫外邦的所在。上帝捌差派先知约拿，咱拢真熟，有一位先知约拿，逃走的约拿，前往尼尼微城，对因宣告审判的信息。迄当阵的尼尼微确实有表现出因有想要悔改的心意，上帝就收回伊的大生气，收回伊的审判。总是尼尼微人伫迄当阵的遐个反应，并毋是真实的悔改，是一种头烧烧、马冷冷，一种敢若袂输咱做毋着代志，就是凊彩为了道歉而道歉的那一种态度。后来我已经甲你回息咧啊，安尼你会当莫阁生气啊！即种的态度，因无想要遐个尼尼微城的人，因并无想要了解这位以色列上帝，迄当阵太话是安怎要来甲因审判，是安怎要来降灾的，互因伫因的心上，因对伫问题的本身并无兴趣，因只想要应付，会当眼前的遐灾厄吼，安尼船安尼过去就过去啊。尼尼微并无好好把握迄摆会当彻底悔改归向上帝的机会，因并无明白上帝会甲因审判，是因为甚物呢？是因为因定定用真残忍的方式，想要来吞噬四围的国家。抢夺因的土地，佮杀害无辜的人，因完全违背上帝爱世人用公平公义来治理世界的心意。因表面上看起来有悔改的意思，总是因幽怨，因所讲的，因所行的，拢无想要改变。因的行做，拢无改变。所以无偌久，上帝搁一次差派先知拿鸿来向尼尼微发出警告。即摆的警告，伊的目的已经无搁是要互尼尼微有悔改的机会啊！
因为上帝耶和华上帝已经捌予因机会，即摆上帝决断袂掠有罪当作无罪。先知拿鸿伫遮对残忍的尼尼微讲，上帝要亲自替属伫伊的百姓来报仇，互遐个受尼尼微压迫的犹大百姓，会当因为上帝对尼尼微的审判来得到安慰，得到盼望。毋过，真可惜，迄当阵的南国犹大上帝子民，遐个上帝百姓，因无对上帝应允来得到安慰，是安怎咧？因为迄当阵南国犹大以色列百姓，遐个上帝子民，因无论伫是信仰、道德、生活各方面，拢是上歹的一个时阵。因伫敬拜献祭的时阵，常常有喙无心，凊凊彩彩。搁较莫讲将上帝话刻伫心内。伫因的日常的生活顶面，也因为因常常受到尼尼微是迄当阵亚述的首都，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所以呢，讲尼尼微的时候，其实也代表整个亚述帝国了吼。遮个南国犹大百姓，迄当阵常常受到亚述这个国家残忍的迫害，受到真大，因的生活就受到真大的影响。因为犹大因为着家己国家的安全，就必须爱安怎咧？必须爱和四周围的国家安那来联盟啊，策略联盟，要和四周围的国家来交关，做伙来抵抗亚述的攻击。咱会当想象，一个国家若长期定定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真大、真强的国家即款的迫害的时阵，因随时拢爱准备战争。他们随时都要保有自己的国防战力。若是安尼的时阵，会安怎？当一个国家很倚重他的国防需要的时候，一般百姓的生活一定会受到影响。照讲，伫即种危机的中间，上帝子民应该要互相安怎？爱互相扶持、互相照顾。总是迄当阵的犹大一寡有钱有势的人，完全无有公义、灵敏的心，为富不仁。因犹原一直咧想办法来累积家己的财产。政府官员嘛是安尼。政府官员世界甲人学习，税金也愈抽愈悬，种种的现象，即种失落、公平、公义的生活，互上帝子民完全感受袂到上帝的业力。上帝，你是到底是伫倒路？因完全感受袂到上帝的业力，对君王到百姓，因伫外表看起来虽望有在敬拜，伊嘛照常有在敬拜。总是呢，因的心早就已经离开上帝真远啊。所以因为安尼，上帝要借着先知拿鸿在讲的，上帝的确会替因报仇的即种的应允，对迄当阵的南国犹大遐的百姓来讲，因实在无法度对遮得到安慰。上帝捌应允，常常有好天，伫生活顶面一直会有加减。有弄病的时阵，有真无奈的时刻，甚至咱会一直咧吐大气、嗨惨。有时咱所努力拍拼的，竟然拢真做空空。有时咱努力维持生活的品质，却犹原是虚累的、足忝的。咱的人生无过是彩色，颠倒是乌白。有时咱努力维持身体的健康。却犹原三不五时啊，这也酸，遐也痛，一寡毛病拢走出来。即阵我相信大家已经有感受会到，物价吼，咱出去买物件，迄个物价、迄个价小拢一直都有在涨价了啦，拢在起价啊。进前会当摕同款的钱买，已经买无着啊。抑阁有面对残忍的战争，毋知当时的结束。咱感觉真无奈。
这伫外表看起来袂输是一种上帝降灾的现象。这个现象，这个时刻，其实拢是咱上帝互咱反省的机会。咱爱反省什么咧？就好好检讨家己伫日常生活中间，是毋是有啥物所在得罪上帝？亲像拄则师会幼师执事伫祈祷的，咱就爱反省。若是过去一礼拜，咱逐工都爱反省，到底有啥物所在咱有得罪上帝？咱也着爱反省，家己敬拜态度是毋是只有伫做表面？对伫信仰顶面的问题，咱无想要去解决。进前牧师捌讲，有的时候我们背道的瘾，不想去解决。咱的敬拜是毋是做表面功夫而已？就亲像尼尼微人，因的悔改就是表面安尼悔改啊，三喜夫禁食，总是因的行做犹原无改变。咱是毋是也有反省家己？是毋是一直互遐不满、不安的心控制住的？失落有主同在的平安。伫遮的一切，咱敢有想过，是安怎上帝应允？有时啊，咱会无法度诚做咱的愿望？是安怎咱伫基督内面犹原无平安呢？上帝应允咱有足多的应允。譬如讲，上帝应允咱，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是啥物意思？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伊甲咱三甲伫地呢？就算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谁？咱还阁有上帝啊！伊阁有应允，天顶的飞鸟无种作也无收成，然后咧下一句，天白夭孤养饲伊。伊阁应允，既若着磨重的到伫伊遐，伊要互咱安怎得到安息？伊阁应允，耶稣即个宝贝，咱有主耶稣即个宝贝，藏伫咱即个废弃的内面。若是有受患难，也袂受困逼；内心困扰，也袂失望；拄着困着，也无受放杀；受拍倒，也无死亡。上帝做应允，遐尼多应允，毋若遮的。遐尼多应允，毋是已经过去的代志，毋是已经过去啊。敢若是过去遐20世纪以前的事情，敢若和阮无啥物关系，毋是，也毋是伫真遥远的未来。哇，迄伤遥远啊！我可能已经死啊，也无法度得到遐个应允。这个应允毋是已经过去，也毋是伫遥远的未来得袂到。这个应允伫耶稣基督内面。对过去、现在，一直到伫未来，上帝早就已经备办好伫遮、伫遐，等咱来去摕，用信心来去领受。上帝应允做到讲袂了，问题是遮尔多应允是安怎？有时啊，无去掉伫咱的心头。是安怎？有时啊，无法度诚做咱骹一个顶路上的光。耶稣的真光是安怎？有时阵无法度将咱内心的黑暗来赶走。是安怎？有时咱就亲像遐个尼尼微人，或者是亲像遐个犹太人，当咱陷落伫困难的中间，上帝应允竟然无法度诚做咱的安慰咧。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就报后壁面嘛有，咱来看第1章的15节，那奉书第1章15节，遐有讲，看有报好消息传和平的人，伊的脚行上山顶。看有报好消息传和平的人，伊的脚行上山顶。这个人是一谁？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甚至咱也会当讲，这个人如果是讲成复数，就是咱遮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即阵
源于军底耶稣的温度。耶稣讲，伊会将超越咱人所会当想象的平安赏赐予咱，表示主耶稣一定会用一种超越咱所想会到的方式，带领咱经过风影，进入伊的安息。伫困境的中间，当然，咱伫患难中，上帝有赐予咱智慧、有勇气、有信心，去做一寡咱会当做的代志。总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伫咱伫努力、有缘伫努力的即个过程的中间，无应该失落有主同在平安。咱就应该放心，将一切交予伊，顺服伊的带领。有时啊，和义杰牧师去探访会友的时阵，迄只是阮会驶车出去的时阵，大部分拢是伊个牧师在驶车啦，伊在开车，啊，我拢坐伫边啊。所谓的副驾，副驾。总是这个副驾驶是细细念的副驾呢，还是当甲伊就是精神，让他保持精神跟他安尼开讲轻松开讲的迄个副驾呢，就无共款。大部分的时阵我坐伫边仔嘛，坐伫副驾，我毋免管伊要行倒一条路，因为伊个牧师有时驶车，伊有时驶这条，有时驶迄条，他比较不是会固定，像我的话就会固定开同一条，这条路去就那条路回来，但是他会就是绕巷子啊等等之类的。就算讲伊逐摆行的路线无共款，我也袂烦恼讲无法度到伫目的，我不会担心这个。毋过若是有其他的时阵有必要的时阵，我会坐计程车的时阵，我就袂遐尼放心。我就会特别注意迄个司机伊驶车的路线是毋是我知影的迄个路线，我会去注意。迄表示讲是毋是应该爱转弯的所在，哪会无转弯？啊，你超过安尼我袂赴要安怎？我会紧张。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就会去注意，毋若去注意，佫会紧张。大家有发现即两种无共款的所在无？一种是真放心、真安心、真平安；另外一个咧是真家己的知影的去注意，总是咧内心无解的平安。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内心有时感觉足着踏的。即个路线我捌行过咧，即个司机所开的路线安尼敢对哦？还是安怎会想？内心的小剧场会很多啦。一个是我所熟悉的人，一个是青云人。兄弟姊妹，上帝对咱来讲是咱所熟悉、亲信的人，还是青云人呢？去病院看病嘛是共款，我想大家应该大部分的人拢有这个经验。去找医生，拢意爱找什么？找咱熟悉的，迄就是讲，探听，这个袂歹哦，敢若有足侪人甲伊挂保证的医生。咱对即种的医生，对因就较有信心。就算讲迄个结果吼，互阮毋是真就是毋是咱照咱原本所想的迄个结果，总是对迄个结果，咱就会安怎，较会去接受啦。这伫信用顶面的解说就是交托顺服，因为我信任迄个医生。毋过，若是碰到无解释，互咱感觉无啥物信心感的迄个医生的时阵，咱对一开始接受治疗的时阵就会安怎？去网络顶面去查，即个病，我即个病我即个症状到底是啥物毛病啊？安怎，搁去查，搁去试过探听到底安怎？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会当去食一个安尼。若是迄个结果，治疗的结果，毋是照咱原本所想的，咱就真恶的接受，就会想讲，我过来找医生，另外换一个医生，一直在换。耶稣对咱来讲是值得咱信任的大医生，还是无法度信任的蒙古大夫？咱对上帝的认捌有偌济，
咱对上帝权能甲应允就偌侪确信。当上帝用超越咱所会当想象的方式来带领咱的时，咱毋是安心，我靠伊，还是会三心两意，一直咧想，哪会安尼？哪会安尼？哪会发生这个代志？我着祈祷啊！哪会毋是照我想象的安尼？就是咱在听应允的时阵，爱注意哦，上帝用伊超越咱所会当想象，就是互你想袂到嘛。你搁在烦恼啥物？有一摆彼得和耶稣，伊想要和耶稣共款伫海顶面来行。当耶稣对伊讲：“来啊，来啊，不要紧，做你来，做你为你遐行过来。”耶稣的话，互彼得真有信心，真有愿望行出第一步。毋知行几步啦，因为圣经无写啦吼。总是咱拢知影，行到一个程度吼，彼得就开始犹豫啊。伊感觉惊吓，伊原本可能伊的目睭是直直看耶稣，结果行毋知几步，伊就头就压落去啊，看伊骹底迄海影。当伊毋是注目耶稣在注目伊骹的海影的时阵，伊失落主耶稣的应允。失落，伊会当伫海的顶面来行，甚至会行到耶稣迄个所在的愿望。伊失落应允，也失落愿望，就伫伊无法度注目耶稣的时阵，强要互即个海影吞灭。当咱受到对敌的攻击，陷落伫惊吓不安的时阵，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就是拄则所读的第1章15节的后壁段。15节的后壁段有讲，愈是伫即种困难的时阵，咱搁较继续敬拜，继续来守节，甚至会当向上帝来下愿。犹太人上重要的三个节期，就是搬过节、五旬节、甲大条仔节。对咱即群新约的子民来讲，这个节期象征啥物咧？这个节期所象征的意义，就是咱借着敬拜，通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替咱互咱的救赎，像是信心伫咱心上所彰显的大快乐。搁较确定，上帝伊欢喜，将伊丰盛的恩典充充足足，赏赐互纪念伊所欢喜的人。所以，当咱在敬拜的时阵，咱会伫信心的内面，人生得到快乐。那因照天色白悬，搬过咱的对敌。当咱在敬拜的时阵，上帝就会差派天军天使，差派伊的使者去攻击、破坏咱对敌一切计谋。咱做伙来看旧部后壁特别是第2章第1节这段的经文。第2章第1节这段的经文，咱有看到第一句。破坏的上到你的面前，然后就句点了，对无？好，破坏的上到你的面前，意思是安怎咧？破坏的是啥物人？破坏的遮是指上帝，就是迄个要报仇的啦，要来替上帝的子民来报仇的迄个破坏者，就是这个上帝。上到你的面前，这个你是啥物人？这个你就是指尼尼微。指迄个亚述，也是指遐个所有上帝子民一切对敌，然后就据点啦吼。当破坏者上到你的面前的时阵咧，后壁这个你嘛是指迄个对敌哦。意思是讲，当上帝出手要替伊的百姓报仇的时阵，遐个想要拍喙讲捆着咱的人。会受到上帝真大的攻击甲毁坏，然后咱来看第2章第1节的后壁段，则讲你着固守卫所，提防路头，摇着严严，溃力极坚固。这段是在描写遐个对敌，以色列人的对敌。意思是讲，当上帝要来甲你讲喙的时阵，你着知啊啦吼。然后咧，这段的意思就是讲。
好啊，你着赶紧来固守卫所，你着赶紧来提防路头，摇着严严溃力的坚固，你着好好啊。讲较歹听的一句话，就是你着知死啊啦！才会对得，就算讲你做到即个程度，就算讲你想要借着即种的装备来抵得上帝的攻击，最后恁会发现一切拢是无彩工。所以第2章的第1节，这里前面跟后面，它算是一个对比，一个很大的张力。第一句破坏的上到你的面前，就是破坏的要来啊！上帝要来到亚述这个国家，到伫你的面前，你亚述就要固守卫所，提防路头，摇着严严溃力的坚固。就算讲你安尼做，面对上帝的攻击，你嘛是无彩工，投降哪尔？当咱的对敌一直在攻击咱，互咱失去气力、失落平安的时阵，咱搁较爱专心敬拜、参与聚会。咱若继续伫基督内面徛在，上帝一定会出手替咱伸冤报仇，互咱得到真实的安慰。咱的对敌是一谁？伫南国犹大迄当阵，因的对敌是亚述，总是咱的对敌呢。咱的对敌有可能是无公义的政权、无公平的组织，阁有充满竞争的社会，阁较有可能是要动摇咱对上帝信心的遐个白贼。最近有看到一篇有关于乌俄战争的消息，其中有一篇是写讲乌克兰国歌的记载。乌克兰的国歌里面有一段歌词，牧师就用华语来读，因为他这里其实是翻译过来的。乌克兰的国歌歌词里面有一段这样子的歌词，说：乌克兰还没倒下，它的光荣和自由犹存，命运会再向我们微笑，我们的敌人必会灭亡，就像太阳下的露珠。我再读一次：乌克兰还没倒下，它的光荣和自由犹存，命运会再向我们微笑，我们的敌人必会灭亡，就像太阳下的露珠。乌克兰的国歌歌词所确认的是，乌克兰的仇敌，当然现在的仇敌当然就是指俄罗斯，必会灭亡，就像太阳下的露珠必会怎样蒸发掉。这样的盼望是乌克兰在此时最大的安慰。他的国歌里面所呼吁的，也就是俄罗斯或许能摧毁乌克兰的家园，却无法摧毁他们内在坚定的意志。这就那亲像是上帝借着先知那鸿，南国犹大的呼吁，应允遐会用不人道方式来摧灭犹大的亚述，确实会灭亡。这种的望会成做犹大真大的安慰。咱看圣经对后壁来搁来看过去的时阵，咱知影亚述果然无偌久，伊就灭亡啦。兄弟姊妹，上帝确实会替咱报仇，伊也会定睛钻探伊所听的惊事。今仔日的经文第2章第20节才讲，耶和华国度雅各的荣光，亲像以色列的荣光。虽然抢劫的已经抢劫伊，佮毁坏因的葡萄枝，总是咱犹原会当跟在耶稣的脚步，四界报佳音做见证，传扬平安的信息。这就是今仔日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意义，就是耶和华国度雅各的荣光，亲像以色列的荣光。虽望抢劫的已经抢劫伊，佮毁坏因的葡萄枝，总是安怎咧？咱犹原会当跟在耶稣的脚步，四界报佳音做见证，传扬平安的信息。上帝拍花咱的对敌，会
带予咱真实的安慰。总是这个真实的安慰是对真实的愿望，真实的愿望是对上帝应允。过去迄当阵，南国犹大因为因的信仰过拢花去，所以伊无法度得到真实的安慰、真实的愿望。今仔日上帝已经透过借着先知拿鸿对咱发出安慰的声，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应允呢？愿望咱建成会当成做一个互人得到安慰的所在，互忧伤软弱的人通安心，到伫教会得到医治，得到安慰。无论是直接对上帝遐来得到安慰，还是透过咱遮的肢体兄弟姊妹彼此的中间得到安慰。当咱陷落伫黑暗中，就触目上帝所应允的一切。愿咱建成也会当遍满报好消息、传和平的人的脚下，互上帝安慰的声，通深深刻条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每一句应允拢是真实，也真做阮的安慰。因为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遐多，亲像云在包围咱。互阮为继续讲遮的故事，对你得到安慰，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无论是伫什么款的境况，借着主你的神，阮拢会当四过做见证，传和平安慰的声音。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信息第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信息第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会众请起立。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有表的事，论出极大的恩光，因天的大慈爱。我真爱讲这故事。
坐。奉献，请书汉的同工。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报顶面，请为着教会异象成全正圣道，万民该祭司，也为着阮的基体有调养的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陈丽水、卢雪英、洪前之、石玲玲、林旭苑、陈美芝、谢丽慧、刘慧忠、赖胜雄、张惠良、陈秀荣、吴义梅、杜昭、林以诺、曹太牧师、伊丽姐，也为了复健的陈昭明、汪世军、张朝明、张美妹、洪千惠的父亲季牧师、张凯慧、史凯华、原田文子，坐月子的罗心如，术后的萧辅元。第二点，为着原地全地总管的主，为着阮看到乌俄战争的凄惨，阮恳求上帝来安慰忧伤才会痛苦的人。第三点，为着全球甲台湾本土的疫情甲政策，求主来医治，赐予阮平安伫阮心内。同心来祈祷。
听阮的天父，恳求你即时来听阮有声甲无声的祈祷。恳求你医治阮有体命的兄弟姊妹，互伊会当早日恢复伊的健康，转到阮的当中，过正常的生活。也恳求主的喜乐甲平安，甲伊三搭甲伫地。主啊，即时阮要特别为着俄罗斯甲乌克兰这两个国家来祈祷，因为这两个国家正咧相战，到即马已经死啊几万人，也造成几百万的人来逃难。真正不幸的是，这数字阁继续咧增加。主啊，阮实在无法度体会甲想象，伫遐的百姓有战争，失去伊的亲人，心里失败痛苦。尤其是当阮看到一支相片，有一个4岁的囡仔，摕着伊的生命啊，与战争不得已来逃难，伫遐奔走拿考。主啊，阮心内是真正毋甘，为伊来流目屎。主啊，阮无法度来改变停止这战争，只有为因来祈祷，为因来奉献。阮相信上帝掌管万事，恳求你的公义显明，互这战争紧紧来停止，互掌权的有智慧，做歹的得到报应，会当回头。恳求主的大权人会当停止这不幸的事继续来发生。亲爱的主啊，阮真正需要你的真光遍照伫全世界，阮真正需要你的疼甲怜悯充满伫阮心中。你叫阮会当放心，因为虽然伫世上有苦难，总是你已经较赢世界。伫个内面，阮有真正的平安。主啊，愿你的平安毋但甲阮同在，也甲乌克兰、甲俄罗斯的人民同在。特别是遐因为战争失去伊的亲人的遗族同在，恳求你安慰伊的声，进入到伊的心。这时，阮要用主教示的祈祷文三甲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蛇仔里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要颁发教会奖学金。阮恭喜第一点有国小的廖一柔、廖子安、蓝泽清、黄木成、黄木琴、林永宁、于木光、张天英。国中的有林子爱、林以乐、余秋雨。大专的有邱继宏、陈胜佑。好，阮囡仔来到面前，请牧师。子安，好，子安，泽清，沐晨，然后沐晴，永林，目光，天英没了。以乐，
秋雨。咱的大专生吼，志宏伊参加乐团的退休会吼，啊个盛佑因嘛是吼，所以现在无伫遮，我们再另外择期来颁发给他们。好，那我们把我们的把咱的奖状向我们的转过来，嘿，好。好，要拍什么？不要了。好，谢谢。差不多啊。好，我真正幸无啊，即摆我无奖学金通领啊。好，我继续来报告。第一点，后礼拜六下晡2点召开小会啊，召开小会啊，下晡4点召开中执会，请中执来主议。第三点，请各团契的会长伫后礼拜2进行提交第二季的团契活动甲活塞的班表来予干事。啊，第4点特别说明一下吼，总会有紧急联系普世伙伴教会跟机构为参与乌克兰难民人道救援来募款。那划拨的账号，请大家自己来看哦。因为我们教会就没有特别为这件事情来统筹这个募款，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就请大家直接到这个总会的网站来奉献。团契的消息，第一点，这2天吼，阮的乐团去宜兰退休会，且为着因的行程来平安来带导。第二点，后礼拜5上午10点，松年团契聚会，主理是一节牧师。第三点，4月23号拜达松年团契的退休会。那费用是1200元，请伫柜台登记报名。风险明细，请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绕高的，请问干事来订正。上营信息第507首，灵光归信拜上帝，会众请起立。祈祷的文典，天父上帝听痛，信心的扶持帮助，互恁众人伫上帝应允内面，拢通得到安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
袂倒必灰。